继续刷来去南投，看到南投虎头山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，七彩青光，蒙烟大雾，亮光照万千，哪像佛祖端坐紫金莲。点名解讲，这就是观音窟。若是要看到这个景致，水气爱有够，安尼才会反笑。民众伫咧化工袂输人间仙境。 七彩圆壳出现伫山顶的云内底，袂输那仙境同款。南投虎头山透早云真济，佮出现真特别的美景。特别的光为7、8点钟，加上蓝色的天甲青翠的山，互人心情真好。因为真心佛祖显圣，所以互摄影界的人叫做观音坑。埔里那边的特殊地形，它的条件非常充足，所以 经常会有这种情形发生。基本上我一年的话，大概可以拍6到7次。海拔较低的山区受到风面的影响，互水汽拢留伫遐。透早日头出来，喷在天顶的水汽，互日头光照落，出现七彩的圆壳啊！这个美景嘛，毋是定定会当看到的。 通常是在太阳仰角比较低的时候呢，那水滴产生光之后产生互相干扰，产生这个七彩光彩。水雾甲光照灯去互相影响，这个时阵脚接偏对日头，用较低角度向顶的翕，就会当翕到，甲翕的人的影当作中心的七彩圆壳的相片。这回出现观音坑，嘛互摕相机伫遐等的民众讲，这就是大自然予伊上赞的礼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